伫咧今年2月，即彰化新港发生3只地下过车路摔去互车撞到意外，其中9岁甲10岁姊妹仔受重伤，昏迷半年。即今年呢，今仔日早起呢，即10点10岁即个姐姐呢，因为中枢神经衰竭来过往，也那9岁妹妹目前伫咧病院治疗，昏迷指数3，病院继续透过汉医甲复健治疗，目前即生命现象是真稳定。 今年2月，因为车祸受重伤，10岁姓陈的查某囡仔，经过197天的医治，初5载时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家属接到消息都真伤心。有想姐姐吗？很想她。很想她了哦。现在大姐的情况已经就是这样了，希望还有妹妹能够赶快好起来，因为弟弟真的很想他们。这中间曾经在3月13号醒过来。 很不幸，在5月1号，他就因为急性的水脑症造成昏迷，后来神经中枢衰竭，在今天早上6点55分过世。今年2月，住伫新港的3只地仔，拢红灯过车路，行伫斑马线时，却不幸互一位无驾照驶车的小姓驾驶撞到，造成9岁甲10岁姊妹仔受重伤。初5即天，10岁大姊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9岁小妹目前是伫咧汉明基督教病院治疗。因为他一来的时候是使用呼吸器，然后重度昏迷，昏迷指数3分。 那我们持续的是希望能够跟他长期抗战，所以我们非常注意他这个因为长期使用呼吸器会不会有相关的并发症。汉明基督教病院表示，9岁姓陈的细汉小妹因为昏迷时间久，除了要注意并发症的发生，病院嘛积极透过复健科复健加中医科调理，目前生命现象也算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